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？原來我已似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，我怎不刪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下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來煩住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誰聯絡你？若我在某冰川遇難，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。甜蜜那陣時關掛，日子總講到大淚眼。誰料情感無常，這假設太簡單。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下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去牽絆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，必須是你，很想被念記，即使淡淡微微。就算再傻，亦被嫌棄，都想這遺言說好想你，可惜最美未夠運氣一起。有沒有一絲？要是我今晚話到嘴邊打住，早變陌路人，常有幻想是大忌，這號碼應該長眠於手機。就算死亦別再騷擾你，若覺得這惡作劇真的很頑皮，在告別式給我帶淚奔喪的情人，只想是你。為逃避你，才逃進一個洞，連麵包連食水也欠奉，埋藏未痊癒心裏裂縫，回憶將你不停提起，不停揚起，一場場劇痛。一想到是你已經射控，連號碼我都改掉，避免溝通。分手要決絕，而追究將好，根本你以外其餘人類都不想碰到。斷絕了任何聯繫，縱然友好，亦都找我不到，收不到慰問，完全沒信號。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分手再做朋友，幾多個會做到？別
陪伴我時常關心協助，而大家憑什麼安撫我？壞與好，誰給我更清楚？手機專用飛行模式，刪除鈴聲，讓我安靜過。即使你為我解釋再多，難道會有些幫助，令我想得更多？分手要決絕，而隨舊裝好，根本你以外，其餘人類都不想碰到。斷絕了任何聯繫，縱然友好，亦都找我不到，收不到慰問，完全沒信號。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這短信太多使我內耗，祈求能逃避到老。不想再見面而隨舊裝好，不想再判斷仍然存在多少的變數。你扮作別來無恙，笑容友好，可不可再不要用這種態度？請不要再問候我，其實失戀怎會好？你若決心從此離開，何必煩惱？分手再做朋友，幾多個會做到？沒有人地路，沒有訊息，收不到到算數。Thank you。即刻用 ViuTV App 同上 Viu.tv 免費重溫，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。